来继续来看高雄左营南仔坑这区立委的选战，这届是三脚督的战局。国民党是李美珍，民进党是李碧雅，也有一位是进前因为唱水甘国造来出名的前海军的顾问郭树。网络有一份上新的这个参选人当选的预测，民进党的李碧雅当选率是51%，国民党的李美珍是49%，两个人用要拍成平手。 大家好。代表民进党参选高雄左南区李碧雅由立委区议员陪同，这透早伫路口和民众拍招呼，展现高人气。希望有啥物需要，随时甲美珍交代。国民党的李美珍伫游览车顶热情和长辈互动有选情。这摆的左南区除了拿力的李美珍、李碧雅，也有因为江南国造正出名的前海军顾问郭树。 空中直报，以国防专业出名的郭树，最近和李美珍为着庆祝大雷尊男的案件起冤家。对于李美珍讲，伊是军火商的言论，决定要甲告。双方顶面册互相相抢，火药味加重。 根据指控技术选战导尖，也占台湾未来的官方网站。最新公布的高雄第3选区参选人当选预测，民进党参选人李碧雅当选率是51%，国民党参选人李美珍49%，双方输赢歹论。我们一贯争取的不是只有绿的选票，我们也一直在争取中间选民的选票，所以说我会继续努力来争取。谢谢。我5年选4次啊，其实大家现在看到选举。 真的有时候就已经很烦了，所以就要利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让人家注意。最近李美珍和李博义都很紧张了，选情紧绷了，看起来我会赢的。其实他讲说他要去立法院扫厕所嘛。左南是台湾海军的重点，各方议题也加做3位参选人关注的重点，所以要继续打拼，争取选民的认同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